歡迎收睇六合檔案42。上一集咧同大家介紹過咧就係六合彩4代攪珠機啦。今集咧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六合彩唔同時代嘅號碼波嘅。咁初期嘅號碼波咧，全部咧即係得一隻色嘅啫。後來咧為咗增加呢個趣味性咧，所以咧就加咗唔同嘅顏色上去嘅。去到90年咧轉用第2代攪珠機嘅時候咧，就變咗所有波咧又去翻同一隻色嘅。去到94年咧轉用第3代攪珠波嘅時候咧，就變咗咧佢又去到唔同嘅顏色。後來咧就變咗出名嘅3隻色，就係紅、藍、綠3色。依家49個波裏邊咧，紅波咧就17個，而藍波同綠波咧就各自有16個嘅。呢個咁嘅3色波安排咧，就去到而家第4代攪珠機咧都維持住嘅。咁咧六合彩而家嘅攪珠機咧，總共有4套號碼波嘅。上一期用個波咧會自動停咗期，剩翻嗰3套波咧就會由當晚嘅監場嘉賓咧決定咧就揀邊一套咧嚟做直播，而另外揀一套咧嚟做後備嘅。而馬會亦都定期檢查呢啲波咧，確保咧佢哋咧嘅大細啦同埋重量一樣嘅。不過呢度咧講一個有趣啲嘅問題，就係六合彩係點分個6字同埋個9字咧啊？咁其實咧初期咧就梗係加點啦，咁後來咧個6字加個6字，個9字加個9字，但係而家因為所有個波後邊咧都有一畫嘅下邊，咁所以咧而且6係綠色，9係藍色，咁所以理論上咧做直播嗰個主持理論上就應該唔會讀錯嘅啊。